中親、叔伯兄弟、姊妹們，一臨我哋今晚2025年嘅蛇年春宴，眼看滿堂都係賓客，感到高興至極。希望藉此今次嘅春宴，能增進彼此之間的情感交流，大家對高所有一種進一步嘅認識。趁着新春嘅開始，我喺呢度咧恭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出門咧路路方方面面都遇貴人，遇福星，順順利利，財源滾滾來。我哋文博元老咧就未能抽空咧就參加今晚嘅春宴，希望佢同佢嘅夫人咧能參加今年舉辦嘅交流活動。在此咧，我祝賀他同埋佢夫人，以及我哋個 Peter 元老及其夫人咧，個個身壯力健，龍馬精神，事事如意。就喺呢度順便提一下嘅就，有一位咧就去年紐約懇親大會高票當選嘅新任美東總長應春總長，佢亦由於事忙，所以未能參加本次嘅出現。應春總長咧，佢學歷高，資歷豐富，佢個 AI 方面嘅能力特別強，喺發展全美漁豐採購嘅服務方面咧，就一定能夠勝任嘅。當能促進和諧團結，成為總行或各分行嘅一支指路明燈，定為全美漁豐採購開創光輝燦爛嘅一頁。接住落嚟嘅，我要歡迎係兩位元老級嘅貴賓，有一位咧係來自大埠嘅現全元老，另外一位咧來自紐約嘅文基元老，佢哋今晚都參加我哋呢一次嘅春宴，為我們打氣助陣，增添熱鬧。有一樣嘢我要提一提嘅，佢哋嘅特殊身份，究竟佢有咩有咩身份咁特殊咧？就係佢哋兩位都是喺美國土生土長嘅竹星。今晚在座想必有好多嘅竹星喺度，多數都一定會認為工所裏頭咧，每一個人都要通曉中文，所以咧就怕入嚟工所。而家我真正一件事嘅就係、工所裏面一定有竹星嘅，好似我哋本堂咧顧問嘅圖亦有啲係竹星嚟嘅。而我嘅好拍檔亞倫，相信大家一早都對於佢哋已經有認識㗎啦。佢係我哋嘅顧問。